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先甲大家小借问，伊拖着搁车上暗安环境，搁有咱的阿聪阿叔暗安环境哦。从阿叔讲，无都对台要在油管爱上班，爱上班辛苦啊，袂要紧，会当保挡，挡袂走去，嘿。身躯迄个做啥？爱困互饱身躯，身体较要紧啊。咱搁有啉来暗安环境。个有，刚是新朋友硕，是不是在推特上有跟我留言的新朋友，可以叫你阿硕吗？阿硕晚安，欢迎阿曼，个阿良阿曼欢迎，个有三处风阿曼欢迎，个有哇老师，其实我不知道老师的名字要怎么念呢？对，哇，老师居然会打台文暗安，天哪，怎么办？老师，我怎么称呼你？对。我对那个大家如果有看就是最新的 cover 的话，就是我最近跟博胜一起出了一支台语翻唱、台语填词版的翻唱。对，那个等一下那个我的那叫什么？我的机器人 Nightbot 也会再推一下，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然后除了听一下之外，如果你是用手机版的话，手机有个功能叫做热推，可以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想要上热推的前100名排行榜哦。对，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在靠大家，每个礼拜可以热推3次哦，所以那个每个礼拜3次的扣打可以统统用在我们身上，谢谢，非常需要。好，各位咱呢，等下，爱想者行哪呀？不是行哪呀？敢袂当叫你阿呀？阿呀，敢会使？想讲阿啥物会较好叫嘿？搁有马子里阿曼欢迎恁来，今日讲是讲学台语嘛会使啦吼，恁若是台语会晓讲的，就当做来经营 VTuber 的频道的这个美角就对，拢会使。会当叫你阿爷，好，感谢阿爷，搁有咱的结婚阿曼，欢迎你来，好。咱讲到倒位啊？要不要开始讲啊？免烦恼，叫全名有淡薄仔迄个中二就好，安尼就叫你阿爷好啊。OK， 今日大家食饱未？这足重要。即摆已经暗时10点，毋知影大家敢有食饱吼？若种要未食饭诶，都有较辛苦啊，就通去买一下饭来配咱诶节目吼。要是爱关心一下大家。要袂个真正要袂哦，伊土真要袂食饭，当是要安怎？腰腹肚，拄食了哦，安尼嘛是有淡薄仔换吼，底下竟然要袂，哪会遮辛苦咧？无饭敢若会当食饱啦？不太会台语留言，不要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聊天室刚好聚集了很多会打台文的人，对，但其实没关系哦，中文我也看得懂，大家就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就可以了。这里都没有逼大家吼，所以免烦恼。大家欢喜的好，人生还好，无要唱歌。Sandra 阿曼欢迎，要袂嘿啦，这嘛算话音吼，要袂，袂要所以要袂。对，如果因为我就是有一些节目，我想要就是尽量台语多讲一点，比如说现在这个系列，对，所以那个等一下如果台语听不懂的话讲一下这个聊天室的大家就可以热心帮忙翻译这样子。倒困过头，当咧拼工课哦，遮辛苦，哪拼工课，过来哪看我的台安尼，足捧场的，感谢毋是身体嘛是爱顾吼，小等有机会，要是食饭啦，好无我会烦恼呢。好，来，话头个迄个，话个讲倒转来，今日的主题可能，佮讲一解啦。今日做这个系列，就是想讲，可能有介侪人想要，可能原底无想要安尼，毋过可能有介侪人就是受到我的鼓舞。受到我的敢有压迫我毋知，就要来出道，毋过要出道的时阵，因为我拢咧
鼓舞大家出道，毋过大家出道可能有诶代志毋知影要安怎做较好，所以我想讲好，我就来分享一寡我家己诶经验，佮有我家己体会到诶美感，互大家经营诶时阵会当较顺利诶安尼。敢袂当讲是关爱嘛是会使啦，可能有真侪人受到我诶关爱，就来要出道安尼，好，今日就是一个可能大家若有想要做 VTuber 即种形式，若有想要做 VTuber， 可能拢会足关心诶，可能拢会足挂意诶一个方面，或者安怎强化你诶开讲能力。因为要一直开讲，其实嘛无遐简单吼。就是有的人可能咧做放送的时阵啊，还是想要做电台，还是即款的节目的时阵，就可能会感受到，我要一直讲话，要一直有话通讲，其实嘛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呢。代志毋是戆人所想的遐尔简单，所以我就一直伫 Twitter 顶面嘛会当定看到有的人就有即种的，即叫做啥？会有即种的疑问，有即种的疑问，就是会破文问讲啊，我开台拢无啥人开讲啊，安尼无好看要安怎对无？所以我就感受到，这可能是有足侪人拢需要想要知影的代志，对，所以今仔日就先选这个主题，或者安怎强化你的开讲能力。后礼拜开始，我按算的会伫咱的 YouTube 其实有一个破文的功能，大家知影伫 YouTube 会当开迄段票，段票我迄个选项出来了后，恁就会当转恁想要爱的选项，所以后礼拜开始，嘛毋是讲后礼拜才开始啦，或者就是刷落来，迄个题目就互恁决定啊！今日讲开讲能力啊，后摆要讲啥，互恁转票决定。所以恁就若订我的 YouTube 频道，就爱会记得看到迄个转票的时阵爱转一下啦，出道真忝，要是参加恁的联动就好。敢是安尼讲，联动嘛有联动的美角啦，联动的美角咱后回才讲，哎哟，感谢哦！三军甲库塔欢迎恁来，欢迎！多谢恁带你的观众朋友来甲我看今仔日的内容按算是台语的比例较悬毋过我也是趁这个机会小借问者，大家好，我是啥？大家好，我是阿慧，恁的网络好厝边。感谢三军跟库塔的降落，开太辛苦了，哇，这么好，欢迎你们带你们的观众来看。我不知道两位的观众有没有想要出道，对。但是如果有想要出道的话，刚好可以看这个节目，学一点那个出道用得到的技术哦。不过就是我想说这个系列我想要尽量用就是多一点台语来讲，那可能就会是全台语在讲这个节目啊。但是大家如果等一下听不懂的话，可以直接在聊天室问，没关系啊。对啊，聊天室可能有很多人会打台文，但是不会也没关系，不用有压力。大家选自己最喜欢的语言，也不一定要最喜欢，最擅长的语言就可以了。就是安尼，好，讲到倒位？我有介绍家己好刷来咱了是爱先迄个甲新朋友小少问者吼，对无？搁感谢迄个降落过来的小天，对无？小天，我叫你小天，敢会使？欢迎你来。好，安尼我继续哦。嘛差不多对，就通好进入今仔日的主题来甲大家。其实我嘛毋是啥物权威啦。其实我嘛毋是啥物权威，毋过我就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时拢安怎强化我家己的开讲能力，也是讲我知影会当安怎练习。其实我嘛毋是一开始就有法度安尼酷讲，一直讲这嘛是有经过我家己训练，我家己才会当变做即马安尼教话。虽然我原底就真教话，
我要来现业，小等哦，要安怎现业？现业啊，有啊，嘿，无练过袂要紧，无练过就是通好练看卖，好啦，是安怎爱有这个开讲的能力吼？可能有的人知影爱有，有的人可能毋捌想过这个问题哦。顺续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开讲的能力吼，你若是做 VTuber，这个能力会用伫倒位咧？头一种大家真明显随都会想到的，就是这种或者杂子弹，就是杂谈这种的放送，因为杂谈就是爱开讲，就是爱你甲观众朋友开讲。毋过你咧做放送的时阵开讲，甲你平常时真正咧现实开讲有啥物差别？有一个介大的差别，就是你可能会无人应，就是你若是面对面甲你的朋友开讲吼，你若是讲甲无话通讲，人会甲你应，毋过你若是咧做放送的时阵，家己一个人伫遐讲，毋过别个人无咧甲你应的时阵要安怎？嘛毋是讲你的节目有人看无人看的问题哦。就准讲有足侪人看嘛，不一定逐个人拢会甲你应，因为可能有个人咧看你的节目的时阵，头一种可能伊无这个惯，伊无这个习惯，伊无惯势伫开讲室内底拍字，会解叫会歹势，会避数即种嘛有，可能有个人是哪听哪做代志，伊都无法度甲你应。所以有足侪情形啦。所以你若一开始做的时阵，你的开讲室若无人插你的时阵，你要安怎？你爱有法度，像恁来讲的无毋对，就是你爱家己应你家己，你爱有法度家己甲家己开讲哦。这边安怎做？小等，再来甲大家讲会当安怎练习。教的是作战的优势，可能安尼讲嘛无毋对。鸟味古水暗网环境你来，你做秘书，其实我私底下嘛一个秘书的人，要信毋信？我虽然工作在改，看起来大家可能拢无咧信到，毋过，我私底下是一个做秘书的人，要信毋信，在恁，对，教的是作战，是作战的优势，无毋对，毋过若准无嘛是会当用练习的，嘛是会当解决的，搁来，搁爱用到另外一个所在，就是摕来插空，啥物叫做插空？比如讲，你今仔日放送是做歌会唱歌的啦，你嘛是爱讲话啊，你嘛是爱开讲啊，无你拍电动，嘛是爱开讲啊，除非你是迄个技术小好的，你技术好甲会当做选手的，你可能就会当无爱甲大家开讲袂要紧毋过若毋是做迄度的，毋管你是要甲人互动、做伙耍 game，你嘛是爱甲人开讲，毋过迄是联动啦，联动可能通常会较免烦恼讲，毋知影要讲啥，毋过搁有就是你若是家己一个人拍电动的时阵要安怎？你袂当顾家己耍啊，你嘛是爱甲人开讲啊，这都有在插空，填空，华语讲填空，就是你爱袂当留空白时间啦，咱通常。像我家己，虽然逐个人惯势无共，习惯无共，毋过通常你做放送的时阵，较袂去，互家己有足侪时间是无咧讲话，因为人就会转台，人可能就会转台，所以若是做杂谈的时阵会用到毋管你是歌会啊，还是你拍电动，还是你。做啥物款的放送的内容的时阵，拢用会到，拢需要这个开讲的能力。好，过来，头拄仔讲到迄个开讲性，若无人应免，我是毋是有炸着咱的迄个白帮？来，我徛较过来，头拄仔讲到就是有时咱可能开讲性无甲你应，开讲室若无甲你应的时阵，要安怎？就像恁咱头拄有讲，你爱家己甲家己开讲啦，家己甲家己开讲，就可能真紧你的话题就会用了，因为
你若是甲别人面对面开讲的时阵，人若是有甲你应，恁就会当真简单，搁去牵甲别项代志去。嘿，啊，恁若是会当一直牵甲别项代志去，就较袂有即个话题无够的困扰。吼，啊，毋过你若家一个人对空气咧讲话的时阵要安怎啊？你就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就捡足济话题起来，你就较毋免惊讲你无话通讲。嘿，这是一个真简单会当想到，啊，毋过做起来无遐尔简单的方法，吼，啊，毋过要是真心诚意推荐大家会当试看卖，嘿，所以头一项上简单的，吼，啊，毋过爱做哦，这是迄就是啥，俗语话讲无行袂出名，吼，你若无去做，就无法度，吼，平常时啊，甲你看到拄到的心色的代志写起来，嘿，就是安尼。讲起来真简单，啊，毋过要做，嘛无困难，啊，毋过爱做才有，吼，这就是爱靠你，真，叫做日常的累积，嘿，日常的累积，才有法度，嘿，哦，有人讲甲想象中的朋友讲话，哦，这嘛是种方式呢，这我毋捌想过呢，敢是讲毋捌想过，好，现在等下来讲我家己做过上接近的代志，嘿。对啊，心色台写起来安怎咧？哦，对，互大家看。我家己有准备一个算是笔记，嘿，第一个甲第三个是啥物意思？第一个是平常时甲你拄着心色的代志写起来，心色的代志就是趣味的代志。你平常时若看到好耍的代志，你感觉较特别，会当甲大家分享的代志，就会当写起来。啊，毋免偌特别咯。是安怎讲？毋免偌特别，足普通的代志嘛会使。嘿，我直接互大家看我家己的笔记吼。嘿，我甚至迄个名叫做生活的谈资。嘿，杂谈的时阵会当用的资料做谈资安尼。嘿，啊，我著甲我注意到的拢写起来啊，还是我家己迄做啥？注意到的代志，还是我看到，还是我有时仔著想到一个有诶无诶543诶嘛写起来。好。啊，比如讲，迄个，这之前有甲大家讲过啦。恁若是有准时收看我的大家节目的时阵，可能捌听过。嘿，就是我注意到阮兜猫啊，迄个因行路的时阵，毋是因干那一只，伊行路的时阵，就条钢筋迄种足歹行的路，吼，啊，甲物件迄个车倒安尼，吼，啊，佮家己行一条，啊，我就会骂讲啥喏，你是条钢要经迄个较歹行的路，是啊，甲我共款，做代志有够歹行的。嘿，即种做无聊的嘛会使哦，就是你家己想着，家己感觉好耍，就会当写起来哦。嘿，你若无写起来，你随袂记。嘿，我讲认真的，你若无写起来，我若无写起来，我即马就袂想着即阵代志。嘿，人记忆无遐好啦，大家拢共款啦，人类的记忆无遐好。猫仔枵伫的啦，是咧，即马毋知影伫倒位，可能咧困。嘿，伊就是一工到晚拢咧困，毋是一工到晚，一工到暗拢咧困。嘿。搁有啥？搁有迄个进前设计的时阵去啥物饼店迄嘛会当写哦。搁有一个我进前无甲大家讲过，就是买迄个啥物甘蔗柠檬的时阵买几罐的啊。因为我出外若看到迄个叫做啥，或者我若去别位佚佗哦，去设计吼，拄着迄头家会晓讲台语，我一听知影伊会晓讲，啊，是安怎知影？偷听伊甲别人讲话，我若听到伊会晓甲别人讲台语，我就会甲伊讲台语。哦，啊，所以迄阵就是买甘蔗柠檬的时阵，哦，啊，头家就问我讲，因为伊是迄个用叫做啥，塑胶的杆仔，嘿，甲伊缀起来，哦，啊，伊就问讲，啊，你有要熬啊无？嘿，啊，我就讲毋免。哦，头家就甲我讲生笑，就讲啥物哦，所以你安尼较粗鲁就对啊吼。啊，我迄阵无想到，啊，毋过我讲迄阵我若甲因讲，迄毋是粗鲁，迄是豪爽，安尼应该较好耍。就安尼，嘿，虽然足无聊，虽然是细项代志，啊，讲的嘛，1分钟啊2分钟就过去。嘿，而且有时啊，你若是开你的台吼，毋知影要甲观众朋友讲啥的时阵。通常可能咱直接想到的就会问讲啊，大家敢有食暗顿啊？啊，暗顿食啥啊？即种的，这嘛会使啊。毋过咱若逐回拢讲共款的，因为通常咱可能较固定的去想到的，通常直接
你上惯4讲开讲的时阵讲的，都迄几个话题啦，嘿，逐摆拢安尼讲，人会感觉无聊，吼，所以咱要爱有变化，要安怎？你着家己加捡一寡你平常时注意到的话题，甲写起来，吼，你有需要的时阵，着摕一个出来用，摕一个出来用了后，若有人甲你应，你着会当去空位别位去，嘿，着会当讲足久，嘿，无毋对，嘿，着甲真正咧开讲共款，毋过你爱有一个好的开始，嘿，一个好的话题来做这个开，迄个做啥？开头的所在，嘿，我逐回拢讲共款的无聊啊，哪有可能？这毋是咱大尾的前辈，这咱的科阿奥萨嘛，为上变做啥嘛，有爽无？平常时大家拢会打迄个你的放送互我看呢，我就知影大家拢真介意你啊，太无聊，嘿，就安尼。这真简单啊，毋过恁着爱记咧做，嘿，这无做就无，这别人嘛袂当替你做，因为是爱为你的生活经验内底去家己注意着，家己去吸收，吼，才有法度，吼可能有个人会讲你讲的较简单，我生活中头有遐侪趣味的代志，我生活就无趣味啊！我就逐工拢足认真咧上班，无咧舞遐有诶无过遐爽，搁要做 VTuber 已經足艱苦啊！他有遐侪趣味的代志，會當寫起來啦，甲大家小解一個詞，嘿，這我毋知影為倒位學到的，我知影有誒 VTuber 會講這個詞，我感覺這詞袂歹，嘿，這叫做遊客心態。什麼叫遊客心態？就比如講你去別個國家佚佗的時陣，有時仔就看起來足普通、足細項的代誌，恁嘛感覺足趣味。比如講啥物，哇，因的迄個綠飄竟然是這個色，因的迄個空網竟然生做安尼，因的迄個電箱竟然無畫圖，細項代誌嘛會使，毋過就是你愛有這個心態，就是你愛知影講一寡對你來講其實也無啥的代誌，別人可能毋捌看過，對別人來講可能是真趣味的，而且大家若是有家己迄個較專門、較知影的領域。比如講，你捌做過圖書館的迄個，你捌做過圖書館的館員，這都毋是逐個人攏有的經驗哦。也是講我家己是捌做過咖啡廳，這都毋是逐個人攏捌做過哦。安尼就有啊，像我就定定咧講一寡，雖然已經足久攏無咧做，而且我也無做偌久，毋過我就定定毋知影要講啥的時陣，我就會去講迄個以前做咖啡廳的時陣，拄過啥物款奧客，迄個做咖啡的時陣愛注意啥物，比如講啥物，毋知呢，有個人就毋知影立體是有牛奶的，我嘛毋知影是安怎，立體就毋是烏咖啡，你看伊就毋是烏的，伊足白的呢，伊內底冷足濟。立體哪會是烏咖啡？迄個烏咖啡買一盒送一盒的時陣，你閣問我迄個立體敢是烏咖啡，是袂當家己看伊敢是烏的呢？嘿，即種足無聊的嘛會當講，因為對別個人來講，伊可能毋捌有即種經驗，伊毋知影有即種奧客，就是安尼，嘿，就是安尼。毋過有時你若講迄個傷過，要安怎講？人無興趣的，凡事因嘛袂甲你應，啥物意思？這就是咱第二點要來講的。像講有一寡較要安怎講？大家可能嘛愛試看覓，才知影講這個話題人敢有愛聽。比如講迄個咖啡廳奧客，因為奧客好笑啊，奧客這種話題好笑，所以大家通常較會當知影咧講啥，較有話通好應，嘿。有誒就無一定，比如講我若是做放送一直甲大家講迄個台語有啥物款誒字，台語迄個台就會當安怎寫即種誒，嘛是有人想要知影，毋過無一定逐個人攏想要知影，嘿，所以這就是愛看你家己要經營誒時陣，
你想要较专门伫倒一方面，你才会去吸引到甲你讲的内容较有关系的观众。你吸引了你就会当去注意你的观众较有兴趣的领域，较有兴趣的代志。比如讲，你若做 VTuber 甲大家分享，这无讲绝对是安尼，毋过可能有介济会看 VTuber 的观众朋友，可能啦，我讲可能有介济，意思就是讲比例内底可能会较悬。毋过当然毋是逐个人拢安尼，毋过可能会看 VTuber 的观众，可能会对啥物较有兴趣，可能对 ACG 较有兴趣。ACG anime comic games 就是迄个漫画啦，搁有迄个叫做啥动画，搁有迄个一寡 game， 可能有兴趣，搁有啥物网络的 memes， 可能嘛有，因为通常有咧看 VTuber 的人，可能嘛定会伫网络顶面看足济迄个趣味的内容，好笑的内容，因就可能较会知影网络的 memes，所以若真正毋知影要讲啥，你若真正无注意到，对你来讲你无注意到啥物事，对你来讲真简单会当想到，毋过大家嘛想要知影的，你若想无，你会当去加关心这个内容，因为大部分看 VTuber 的观众可能较熟悉，可能较知影，嘛可能会想要讲这款话题，可能哦，这无绝对的，毋过就是你若真想无的时阵，会当为这个方向去想。好，搁有无？还搁有，这简单有足侪 VTuber 敢若足困扰的代志是啥？是迄个无想要互指教，毋过有的观众就会出来讲指教，是安怎？因为讲指教、讲教是足爽的。我安尼讲较粗鲁毋过我讲实在的，就是安怎有足侪人想要讲指教，想要讲教，因为讲教就会有优越感。就会感觉家己足厉害、足敖，就会足爽的。这无一定是歹代志，虽然大家若是较有礼貌，较知影人无一定爱听，人就无一定会安尼做。毋过，这嘛无绝对，这嘛毋是讲逐个人拢介意讲指教。毋过，其实有介济人是介意讲教的，我嘛介意讲教。因为我嘛有一寡节目，就是比如讲即马就是我咧甲大家指教，人拢可能有介济人加减拢介意甲人教，所以袂要紧若准比如讲你知影，可能足侪 VTuber 的观众对 ACG 较熟。毋过你无法度突出拢看啊，你时间有限啊，你无可能迄个以早就较无咧看，你即马要甲迄个所有较经典的全部拢补习补了，敢有可能？可能嘛真困难。像我就是我有做者经典的迄个 anime， 我拢毋捌看过。这个时阵安怎？袂要紧，互观众朋友甲你教，因为人甲人开讲就是安尼啦。你若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你毋免真知影袂要紧，你毋免真熟袂要紧。对方若是嘛想要甲你讲即个话题，伊就会甲你分享。头拄仔是讲较粗鲁啦，讲迄个人爱甲你指教，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啦。互因甲你教，还是互因甲你分享。其实甲你分享就会使啊。就是讲，比如讲迄个啥物，那鲁头我毋捌看过，要安怎袂要紧。你会当迄个，就是比如讲拿鲁头的 game，你可能较无啥知影一寡迄个剧情袂要紧，你的观众就会当甲你讲啊，甲你讲的时阵，就是因咧甲你开讲啊，所以这嘛是一步，就是拄好你若真正对这方面对恁讲到的话题无熟的时阵要安怎？袂要紧，你会使问观众，你直接问就对啊，因为有的人若较有礼貌。你若无甲伊问，伊嘛袂一直讲家己的，毋过你甲伊问，伊就知影讲，伊会当分享，安尼恁就会当开始开讲啊，好，啉一下水
嘿啊，礼貌足重要，无毋对啊。对观众嘛是爱有礼貌，袂当定定甲观众朋友欺负，无人就无爱甲你看哦。嘛无一定呢，有诶人就是介意互欺负诶，迄就是另外一回事啊。过来吼，开话题无够吼，话题开了要安怎？话题开了，爱互迄个话题会当延续落去，吼，无你真紧就要换一个话题，你真紧就要换一个话题，安尼你一年换24个头家，你一个放送换24个话题，你要为倒位找遐侪话题？这肯定无法度，嘿。所以会当安怎咧？这就有时看天分，嘿。对有的人来讲，这真简单；对有的人来讲，这爱练习。头一步在联想，联想就是对，就是你会当为一项代志去搁牵到别项去。对有的人来讲真简单啦。像讲有的人讲家己开讲的时阵足跳的有无？就是这有时是个人的迄个特色。毋过你若无，你若平常时毋是即款的人，你嘛是会当加练习。加练习要安怎练习？真简单，你就是看到一个物件的时阵，随去联想看卖，你会当去联想到啥物款的物件？比如讲，我桌顶我有水，看到水会想到啥物？毋知呢，就是想讲，就是会讲到迄个咱若迄个哪后声音怪怪的时阵，是毋是拢会叫人爱加啉水？毋过要加啉水是无毋对，毋过。迄个开讲做放送，就是一直甲大家讲话啊，一直甲大家讲话。迄个你若要暂停啉一下水，你迄个节奏就会长嘿。我头拄仔是毋是喂桌顶的水？我真正啉一下水。来，恁会当分析一下哦。我头拄仔是毋是喂看到桌顶的水？我喂水去联想到大家叫我啉水。佮去联想到是安怎我无乖乖咧定定啉水是因为迄个我讲话节奏会断去，就安尼，你就爱为一项代志一直牵去牵到别项，就是听别人做的时阵可能无想遐济咧，听别人做的时阵感觉真简单，毋过其实你会当有意识去调工做这项代志看卖，阿酸阿曼欢迎你来。比如讲，看到阿酸，我可能会想到啥？看到阿酸，我就会想到我知影进前阿酸甲鸟味果水伫我迄个美岛台迄个出现的时阵，竟然叫我替因证婚。好啦，这凊彩记咧吼，迄个恁若毋知影联想爱为啥物方面去想吼？毋知影为啥物方面去想，我通常会做啥物代志，我甲大家分享。咱有时迄个开讲的时阵，也是讲故事的时阵，咱可能拢较会，拢敢若讲到发生啥物代志，毋过我家己会去做的代志，是我会去讲我家己的感受，这可能有的人会感觉碍叫啦，唔愿意安尼讲吼。毋过我感觉分享你家己的想法是足直接的一种方式。啥物烧烫烫，莫阁烧烫烫，你是为倒位去想着烧烫烫？有时拢会讲着家己。有时拢较袂讲着家己的感受，毋过你若开始讲家己的感受，这真正爱练习，无毋对，因为对有的人来讲，迄是较无事实的，较私人的。当然，你会当家己站者啦，看你爱讲甲偌私人，无一定爱做私人。比如讲迄个，我有啥物会落伊的兴趣，我都会当莫讲，我会当站者，会当莫讲。毋过我食物件，我介意啥物口味。我爱食啥物款的迄个鸡卵糕？这会使。我食着甜的，我是啥物感受？我会想着啥物回忆？这会当讲，会当家己站看卖，会当分享甲偌深。这逐个人的程度无共，恁家己去决定。我去高炸欢迎啊！今天应该就是台语会讲很多哦。如果听不懂的话，一样可以用中文直接留言，然后
两件事大家可以帮忙翻译一下，感谢。那有的是啥物会当讲袂当讲啊？有的是你家己决定敢爱讲。你若讲你无想要讲遮深，你就莫讲就好。安怎啦？阿辉介意啥？你根本学袂讲啥？啊，口啊，你要讲啥？莫学白来哦。你讲家己的感受，佫无够。对，我爱啉摩卡无毋对。好啦，就是迄，就是迄，啥物？就是迄，就是迄，就是迄。毋若讲家己的感受，你若要讲较深的，还是你想要牵较远的，佫会当讲啥？佫会当讲你是安怎的安尼感受？这就较深，这可能较困难。毋过这是我家己会做的，互恁参考。我知影可能毋是逐个人拢适合安尼做，毋过，我干那咧讲我的经验，就是我毋若会讲我的感受，我佫会去想看觅我是安怎的安尼感受，比如讲，可能是因为细汉时的一寡经验，还是可能细汉时捌发生的代志啊，还是我捌拄过啥物、看过啥物人听过我的朋友的经验，互我感觉。即个物件，互我即种感受这听起来足无具体呢。比如讲啥物，我想看觅，要哪记咧，才袂去得失着人咧。好，小等，我来想看觅，咱安怎记咧？或者就是你若有法度知影你家己是安怎会有安尼的感受就代表你可能会去讲到你家己的生命的经验，也是你的价值观，就是你的思想，这是较私人，毋过你若愿意分享，可能你就真侪物件会当讲，就互大家参考啦。这是我会做的代志，要哪记咧？要记咧，咱就看。我有写着啥物代志啊？买着甘蔗咧，网就迄个代志，就是因为平常时我若甲人开讲，我可能头壳袂顶当遐紧。我讲甲人开讲，就是，比如讲我甲头家买迄个甘蔗咧网毋过我甲头家都无熟悉啊。咱其实是青分人啊，毋是阮其实是青分人啊。要安怎？就会解叫啦，就较无法度直接讲要开讲，就直接甲伊开讲起来。毋过其实我就一直拢有淡薄想要加甲青分人开讲。我头拄仔就是讲我的感受就是我拄着即个代志的时阵，我有注意到，我家己其实是想要甲青分人开讲的。啥物阮来？毋是咱讲毋对，阮，是安怎有即种感受咧？可能是因为我若看到一寡短影片的时阵，还是看到一寡欧美的电影的时阵，都会去看到讲其实因甲青分人拢是有法度开讲的。而且若是甲青分人开讲的时阵，可能你甲对方的背景，恁。进前生命的经验差足济，这时阵你就会当知影一寡你原底毋知的代志。对你来讲，可能你较趣味、较新鲜的代志，你就会知影。我头拄仔就是有咧讲是安怎，我会有即种的感受、即种的心情，对无？我就举一个例互大家参考。这会使练习看觅。这可能淡薄仔困难。这毋是随要做就会当做甲足顺利的。可能无法度，毋过大家当去加练习看觅，就会愈来愈顺，来，咱迄个身体若要用你若力头无够，你想要爱你迄个出来的时阵会当较有力，咱会创啥？咱会去练咱的筋肉，毋是筋肉筋肉无甜对无？今日无甜。筋肉有人讲筋肉，咱会去练咱的筋肉 muscle。其实毋若是迄个实体的筋肉爱练习，咱思想的筋肉嘛是爱用练习的。你若无惯使用即款方式思考，
嘿，无咧点名，老师咧点名是哦。嘿，你若无惯势用某一款的方式思考，你就会较无法度。所以这嘛是爱练习的。吼，一开始可能爱上较久，毋过会当豆豆练习啊，你就会愈来愈熬用即款的方式来思考。嘿，哦，咱甲阮的差别，问了好。嘿，这就较台语的问题啊，甲大家分享。这可能有介侪人毋知。阮就是无包括听即句话的人，咱是有包括听即句话的人。吼，所以我若甲恁讲话的时阵，我若讲咱，就是有包括恁。啊，我甲恁讲话的时阵，若讲阮，就是无包括恁。啥物意思？我头拄仔讲迄个，我甲头家是青婚人。哦，我若讲咱是青婚人，就有包括恁咯。我若讲咱是青婚人，就是我甲恁嘛是青婚人。所以头拄仔迄个主创才咧抗议，对，过来抗议一解，对，感谢你的示范，对，就是我若讲咱是青婚人，就是我甲你做青婚咯，主创就会抗议。啊，毋过我若讲阮是青婚人，因为我头拄仔咧讲甲头家的代志，所以是无包括恁的，是我甲头家是青婚人。啊，安尼主创就袂抗议啊，应该袂，就是安尼。莫伫啊，我著迄个有时啊讲话嘛是会讲毋对，所以迄个莫大家拢伫遐哭啦，是咧创啥？所以恁若迄个暗顿毋知影要食啥啊？你真无简单，知影要食啥啊？什么意思？就是中文是讲我们，毋过台语有讲咱甲阮，咱甲阮都无共，台语的咱跟阮是不一样的，但是中文都叫我们，所以有些人分不出来。我知道有些地方的中文其实有分。好像是叫咱们跟什么俺们吗？但是我跟其他地方的中文也不熟啦。对，但反正重点是有一个是有包括听这句话的人，有一个没有。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搁举一个咧，毋过先甲卡米萨卡，讲一下阿曼卡米萨卡阿曼环境你来。所以比如讲，如果你，你们俩要举例是不是？好 ，OK。上一段什么人？青婚人哦，青婚人就是陌生人，青婚人是陌生人。你们有看那支秀词是不是？对，因为我之前有做一支秀词，也有讲，就是也是在解释烂跟问差在哪。对。好，那大家应该都懂了，那解释很充分了，那可以了。好啊，如果还是没有懂的话，就去看我那支秀词，在我的频道翻一下就有。所以 OK， 咱继续。讲到倒位？对啦，头拄仔就举例甲大家讲迄个，我拢安怎甲话题变甲较长？是安尼。好，讲到倒位？对，就安尼吼，互迄个话题会当继续延续落去的方法，我家己就是用这3步啦。敢有别招？我是要想无，我是要想无。毋过若有想到要提供互大家知影，嘛会当直接拍字。好，过来对空气开讲。头拄仔鸟咪古水有讲伊会迄个甲想象中的朋友开讲是无？这听起来有淡薄仔起笑，毋过。应该就是迄个画面，可能边仔人看起来感觉你怪怪，毋过其实无差。若准你是家己摕人咧做代志的时阵，我知影，若要叫家己安尼做，拢会真碍叫，因为你会惊别人看到的时阵，你会看起来足奇怪。毋过别人可能嘛无一定会看到，所以莫想遐济。你若是家己一个人咧做工课的时阵，就会当练习。甲空气开讲，啥都爱练习甲空气开讲，这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就是若准你的开讲室拢无人甲你印的时阵，就算有100个人咧看，毋过因拢无甲你印的时阵，你基本上甲空气开讲是同款的处境，是同款的处境，所以这就爱练习，
对，有时迄个若准你的观众朋友拄啊好，拢无法度甲你回应的时阵，你嘛爱有法度继续讲落去。嘿，所以咱若对家己开讲的能力较无自信，咱就爱来练习对空气开讲。安怎练习？就像头拄仔迄个猫咪古水讲的，嘿，你着甲你想象的朋友一直讲话，嘿。我着随示范嘛会使，我要安怎示范？真简单，我着甲我即个后台迄个开讲室，我直接甲伊关掉，我直接互家己看无开讲室，好，安尼我即马着直接示范互大家看，我着是爱家己对空气讲2分钟。大家若是平常时无代志的时阵，作用的时阵，就通安尼练习。我想看卖哦。最近有啥物通讲诶？我一直拢真侪代志通讲呢。毋过我今仔日暗顿是食禽胸，嘿，啥物做禽胸？鸡胸肉，因为我咧减肥，即件代志嘛是真早就甲大家分享。嘿，毋过我哪像无讲过，我是安怎开始减肥对无？嘿，我会想要开始减肥，其实嘛是因为我看起来伤肥啊。我会感觉到我家己伤肥，是因为我就是互厝内人嫌啦，互厝内人嫌讲，迄个腹肚有较大哦，嘿，腹肚看起来足大哦，落尾就会想讲，看起来敢有好看是一回事啦，外表还外表，外表还外表，毋过其实较互我会要紧的是健康，嘿，都会感受到讲，哪像，因为咱若有用迄个 BMI， 嘿，咱若是去算家己的迄个体重，甲家己的身高安尼去算，咱就会知影讲，迄个倒一寡数字伫倒一个迄个区间，伫倒一个范围是较正常的，有无？我就去看迄数字，就发现讲我安尼袂使。虽然我毋知影想要妖怪的标准甲人类的标准敢有共款，嘿，这我无确定。毋过就是我看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呢。嘿，所以就感觉着爱注意家己的健康啦。想要注意家己的健康，因为我嘛想要食老，食甲老。嘿，我嘛想要食饱字，嘿，食饱字就较有时间会当继续做家己的代志。嘿，基本上就是即个真简单的理由，因为我想要做的代志有够济，所以就想要互家己活较长的啦，想要互家己活较长的。就自安尼就想讲，我发现我的迄个体重，看起来无介正常啊，安尼是毋是应该注意一下家己的健康咧？所以才来减肥，是安尼。大家若是有足侪代志想要做，就爱注意家己的健康哦。嘿，就爱注意家己的健康。应该有2分钟啊啦。好，我会当甲迄个开讲室搁开起来。来。趁即摆讲阿辉歹话，啥物意思？自由发挥对啊。头拄仔就甲大家讲，就是用头拄仔讲的迄个方法，就是头拄仔讲啥？头拄仔讲迄个学话题延续夭寿，学话题延续的方式，就是联想，因为接观众朋友的话，无一定有观众通互你接，所以我才会去强调讲，上重要爱练习的，就是联想，佮有联想的时阵会当讲家己的感受，嘿。因为用这2步，像我头拄仔甲开讲室直接关掉，我嘛是会当为我暗顿食啥，一直讲，甲我注意我的健康，讲甲啥物？回答就是安尼啦，嘿，为我食啥物，讲到我是安怎要食这，搁去讲到我咧注意我，讲到我咧减肥，讲到我是安怎要减肥，嘿，搁讲甲我是安怎爱注意我的健康，这都有足侪通讲，嘿，就是安尼，像讲若准像伊度，嘿，本来嘛拍算今暗食禽胸，学了安怎？盐巴了后就食爽爽，嘿，
就是逐个人诶迄个生活经验都无共，所以若准是伊图咧讲，可能伊图一定是比我较敖煮食，吼，伊可能的我讲可能，伊可能的会当为煮食诶技术，也是安怎煮啊，安怎会研究来家己煮，吼对，逐个人去研究这个话题，都会研究甲足无共款诶型，吼，所以逐个人讲出来都无共款，吼恁都会当练习看觅，啥物油包心，对啊，就是我爱注意我诶。因为迄个你身躯内底若是油伤济，你就有足济问题，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已经知影迄个数字毋对啊，所以就爱注意啦，爱注意，互家己活较长诶，毋若活较长诶，就是若准真正活较长嘛，爱活较舒适诶，推荐阿辉甲大家拢莫用 BMI 去用 FFF1， 这是啥？因为金马的量嘛算体重，我知我捌听过有人批评讲即个 BMI 的即个算法其实有淡薄无一定是对的，因为你若是金马足济，你若是muscle非常济的人，你的 BMI 可能甲较肥的人是同款的，伊无法度去知影你是金马咧动，还是你的迄个啥脂肪咧动。所以是安尼无毋对。FFMI 这我毋知影是啥。毋过我知影有诶所在会当去测迄个啥物，迄号做，有一种是你徛伫迄个台仔顶面，你手搁爱压搁爱迄个，搁爱压两支，迄号做啥？InBody 是啊。InBody 就是知影你身体的组成，会知影讲你倒一个所在筋肉偌重，倒一个所在脂肪偌重，搁有你的骨头可能嘛会当算出来即种的。毋过迄爱钱，我听讲迄是爱纳钱的。毋过我知影这肯定是较准的，所以大家若有想要知影，会当去找看觅倒位有啦，OK，BMI 就是非常的方便啦。就是伊较无准，毋过伊就是知影你的体重，甲你的迄个身悬就会当随算。我毋知影迄个 FFMI 是安怎算的，无我即马查，我来看觅。你要安怎算？这需要啥？爱钱毋过精准，久久一摆就好。原来是安尼。你即摆咧甲阿玲小姐问，阿玲毋是一开始就有伫咧？敢毋是？还是我咧汉面？对啊，阿玲一开始就有伫咧呢。是咧？哪样咧？恁来，迄恁头家呢？FFMI 是啥？我看觅，找无。身悬伊还知影你的迄个呢，伊还知影你的体脂肪率，这可能就爱有技师通好测毋过我知影有迄个磅体重的，迄个做啥？磅体重的迄个磅，就是会当知影你迄个做啥体脂率，所以可能用迄可能就会使吼。好，这毋是今日的主题，恁家己去研究。虽然这对我来讲嘛是真重要的主题，毋过这甲出道较无关系。对，头拄仔示范了啊，好，就安尼。对空气开讲就是安尼，大家都会当练习，吼，好，来。所以咧，迄个头拄仔讲筋肉爱训练，开讲的技术，这头壳的筋肉嘛是爱训练。安怎训练？就互恁菜单。数字较低，就是会当加食寡。迄个，你若是体重较轻，你着看到好食的迄个好食的 CP 的时阵，着来配饭有无？看到因咧谈恋爱有够好食配2碗饭安尼你着会体重就可能会较有吼，互恁参考。好，讲到倒位啊？训练啦，
对，就是身躯的筋肉，有人咧训练的时阵会有即个菜单哦。我今日提供互大家，恁若是感觉家己开讲的能力足无够，嘛会当照即个去练习。恁会当家己调整啦，比如讲恁感觉恁倒一方面较欠缺，恁得加做一寡，嘿，嘿对，迄个。哦，看到 CP 足欢喜的时阵，就来去运动，安尼就会瘦啊。敢是安尼？我毋知啦。好大家会使练习的，就是逐工找一个时间去对空气开讲。我一开始讲家己做袂晓开讲的时阵，我嘛真正有安尼练习。因为我逐工我会当讲啥？因为我逐工迄个可能会出去外口买物件，也是接伙说上班下班。接人上班下班的意思，就是人送到位啊，也是人要未下班的时阵，我是干那一个人的；也是我伫迄个病院的门口共等的时阵，我是家己一个人的。虽然可能有人经过，毋过我无怪伊。这个时阵，你就会当对空气开讲。我一开始讲家己做袂晓开讲的时阵，我真正是安尼练的。我讲实在的，我就是等伊下班的时阵，看到还袂来，我就家己伫遐讲，就这样看起来笑笑，毋过无咧管别人讲讲啦，拢做 VTuber 啊，他有咧管别人讲讲，就安尼若是咧选 game 找 game 内底话题，敢是较好的方向，还是观众其实拢对 game 拢无要紧。我感觉逐个人的观众无共呢，这真困难呢。爱看逐个人的迄个啥，就是逐个人的观众的性质可能会无共。有的主播伊的观众朋友是想要看伊家己，就是想要看伊即个人的魅力，想要看伊即个个人都简单讲，我举一个较迄个就是较性别刻板印象，这有性别的刻板印象毋过我感觉这有影有即个现象，就是古水的姑娘啊，毋管咧创啥，若有咧讲话，无一定爱讲话，伊若伫遐笑，干那伫遐笑，都有人爱看，这可能较性别刻板印象毋过我有感受到是安尼无毋对，可能是因为我无够古水啦，若是古水的少年家可能嘛会使啦，这都有做啥？这都有做有的人有即种魅力，伊会当安尼做，有的人袂当，所以讲一个理路，就是有的人的观众是想要看伊认真耍即个 game。毋过有的人的观众其实是干那想要看即个人，伊欢喜就好，伊无认真咧耍即个 game 嘛无要紧，所以大家就爱去想讲，你的观众是较活倒一种类型，还是讲你想要爱吸引到啥物款的观众，安尼来去决定讲，你耍 game 的时阵，你是要专心迄个话题甲 game 内底较有关系咧，还是？你是要耍是耍，罔耍，毋过你甲观众开讲因生活的代志较重要，这都无一定，哎哟，伫病院的门口一直对空气讲话，互送入去对啦，所以真正是爱炸一个耳筒，还是迄个挂一个耳筒，还是迄个家己举手机可能会较好。好，加在我无互掠去，即摆还有咱开台无代志。嘿啊，有的人的观众就真正做无介意 game 的，你着规气莫做电动的放送嘛会使啊。像我着较罕得做电动的放送，因为我家己开台的时阵，着注意到我开单纯开讲的，通常来看的人拢会比我开耍电动的较济，嘿。所以大家当试看卖，就知影讲你开倒一种台人较爱看，安怎知影人较爱看？足直接的，就是较侪人看，较侪人看就代表较侪人爱看，真简单的道理吼。阿峰阿曼欢迎你来。对有的人会互迄个 VTuber 迄个做啥？
有的人，互其他的，互其他的迄个 VTuber 新人的建议内底，可能就会直接讲，迄个 game 就莫开伤济，因为迄个 game 来看的人通常会较少。这无绝对，嘿。像恁来讲，以你的迷众会做伙看迄个 game 的剧情，啊，就会对 game 内底话题有兴趣。对，逐个人的迷众无共款，所以无遐尔啊一定，无遐尔啊一定，嘿。啊，毋过可能，我讲可能包括我有真侪 VTuber 的观众是较想要看即个人，较想要听伊甲大家开讲，啊。若是耍电动耍甲足专心的，无一定遐尔爱看，嘿，啊，大家就体会一下，啊，像这真简单就是，很够阿曼欢迎你来，嘿，真简单的道理啦，就是你试看觅，看你做倒一种内容，大家较爱看，嘿，你若是做唱歌的，大家较爱看，你会使加唱，啊，注意版权哈，注意版权，家己注意，嘿，啊，你若是做开讲的，较侪人爱看，你就加做歌，啊，就。嘿，是，最近连讲最近就是敢若专门有开台，就去挂咧，毋管你创啥啊，对啊，有的人就是毋管创啥拢有人看，嘛无一定爱，咱换一个方式来讲，有的观众伊足爱你的，毋管你今日创啥，伊拢会来看，嘿，啊，有的观众就无一定，有的观众。可能就干那伫你唱歌的时阵，才会想要来听，这嘛有可能。有的观众就是你今仔日话题，就是伊有兴趣的时阵，伊才会出现。这拢是有可能的啊，这拢是有可能的。了解起来，唱歌实在足麻烦。看你对迄个版权、对迄个法律的要求有偌悬，你的要求若是无一定会互掠去，安尼的。要求就无一定爱足悬，我袂当讲伤济，毋过就是唱歌是讲简单、讲困难，拢无一定，因为有真济铺设的迄个，有很多灰色地带啦。唱歌是在唱歌，唱歌有很多灰色，版权上、法律上有很多灰色地带，所以。你如果要法律上完全没有问题的话，确实很麻烦，对。但很多人会在灰色地带上，就还是开歌回，但是就对，自己决定，我没有办法为各位负责。对，歌回迄个东岸反正无法度留对啊，有足侪。大尾啊，足侪迄个足大间的，迄个啥瓦行的，可能拢开无流动的，对，我讲的了解就好，你看，可能有真济，就我知影，我无确定，毋过我印象中 ，Hololive 因有时啊嘛是会唱，会有迄个唱歌的迄个歌会，毋过我若无记毋对，我所看到的，因拢是无流动的。人是安怎会安尼做？伊有伊的原因，伊有伊的理路，大家当想一下。连讲的其实对啊，拢唱原创的，就无即种问题，是安尼无毋对啊，啊是你就是其实你若是逐条拢照规矩来，拢照规矩去甲人讨授权，人授权爱授权费，你就互因授权费。你若真正拢照规矩来，你嘛是会当做劳动的歌会，嘛袂有问题啊，这嘛会使做啊。是安怎足侪人袂安尼做，因为对，像头拄仔讲的，足麻烦，嘿。毋过足麻烦是啥物意思？足麻烦的，毋是做袂到，所以你若真正要做照规矩来，安尼其实嘛会使，嘿，对。你若是想要爱互家己伫法律顶面完全无问题，嘛是做会到的。日记我较无代志，其实是因为版权炮这个代志是安怎？版权炮就是因有这个权利，因为迄是因有迄个叫啥？因有迄个版权，就是版权对，版权伫人的手头。
版权就是保护伊有即个权利，别人袂当黑白唱即条歌，别人袂当凊彩用即条歌。啊，其实即个版权伫人诶手头，人会当决定敢爱开即个，敢爱迄个，甲你拍落来就对啊。因是会当决定诶，吼，这是因诶权利哦。啊，日语歌较无代志无毋对，因为大部分诶日语歌较无咧用因诶即个权利，无咧使用因诶即个权利。嘿，因为甲大家小讲者，就是有版权诶迄个或者，或者就是有版权诶人，伊会当决定讲。其他的人伫 YouTube 用到这条歌的时阵，是爱互因食到黄票，还是食到红票？黄标、红标，黄票甲红票无共。黄票的意思是，你的影片用到我的歌，袂要紧。啊，毋过你袂当开迄个趁钱的，哦，袂当收赞助，袂当拍广告，嘿，啊，就无代志。嘿，你无开迄个趁钱，就无代志。这是黄票，吼啊，搁有啦，就是迄个黄票的迄个影片，你是袂当开有广告的。啊，毋过有版权的迄个人会当讲，我要爱你的影片内底有广告，啊，迄广告的钱就是伊摕去，因为你用着伊的歌，这是伊的权利，嘿。啊，红票是安怎？红票对啦，红票就是抬头，嘿，三支雨伞票无。啊，毋过三支红票，你的频道就无去，嘿，所以红票较疼，嘿，对，黄票你袂当开广告，啊，毋过若准伫黄票的影片看到广告，迄就是有版权的迄个人开的，嘿，伊会当用你的影片趁钱，因为是你去用着伊的歌，伊有这个权利，嘿，啊，红票就是有版权的人会当选哦，会当选讲爱互你红票哦，啊，你若食着红票，你着。食着3个红票，你频道就无啊，嘿，嘿，所以这就是版权跑较危险的所在，嘿，啊，就我知影是日本歌、日语歌，通常拢是黄票，通常较无咧红票的，啊，毋过中文歌，吼，比如讲华语流行，吼，就不时会出现有开甲红票的，嘿，所以大家。就有时就会讲啊，我迄个影片食着红票无去啊，即种的代志，嘿，所以大家家己去研究哦，大家家己去研究哦，好，毋是头拄咧讲训练菜单啦，对，所以逐工会当练习对空气开讲，啊，你若是惊迄个会互当做你是有状况的人。你会当举一下手机啊，还是安怎啊？对，或者就找机会甲空气开讲哈。哦，啊，过来你会当练习，逐工写上无写一项心识代，写一项你感觉足趣味的代志。哦，啊，你爱有培养这个习惯，哦，培养这个习惯了后，吼，头拄仔咱讲的迄个笔记，你的迄个笔记内底就会捡愈来愈侪话题。哦，你后摆要用的时阵才有，嘿，好，啊，过来就是你若真正定感觉讲你甲你的观众朋友定话题斗袂起来，因咧讲的代志你拢做无熟，吼，啊，你讲的代志因反正嘛无一定做有兴趣，要安怎？你就会当逐礼拜去了解一项你无解熟的物件，哦，比如讲人咧讲啥物电动啊，我毋知，嘿。有诶，迄个啥？对，有诶人，迄个讲，比如讲最近咧流行一种电动，啊，你看到迄个 Twitter 顶面足侪人咧耍，哦，啊是你看到你个观众有诶咧耍，啊，毋过你毋知，啊，你着逼家己去看者，逼家己去小看者，你着上无要开讲诶时阵，较会当甲人讲，嘿，这嘛是一种方式啊。香港讲有人讲会使开另外一个频道，啊，你着。传你要唱的歌，去试看卖，敢会食到迄个？去试看卖迄个版权炮，敢会碟？啊，对，是会使用即部小试一下。啊，毋过版权炮即种物件，有时有一个状况，就是伊原底开黄票，哦，啊，毋过伊有一工想咧，哦，愈想愈毋对，伊就讲啊，
我应该爱用红票才对。我无爱互你用我的歌，伊会使改哦，伊会使画改就改哦。吼，所以才会有足济 VTuber 会画讲啊，我迄个可能2当前，我2当前唱着迄个某一个某咪歌手的歌啊，毋过结果伊即马改红票啊，我着食着红票，所以是会有即个问题。哇！伊利，感谢伊利，带你的观众朋友来看我的台，开台辛苦咯！伊利的观众你们好啊！伊利开台辛苦了，过来上课，过来上课无啦？那有遐搞，毋是咧做，好啦，要是讲咧上课好啊！大家好，我是花枝林的网络好厝边啊，我咧教大家安怎出道，那个大家如果听不懂台语的话，或是不会打台文的话都没关系，可以在聊天室打中文，我都看得懂哦。英文也看得懂，但是要看比较久。对，然后那个今天可能讲台语的内容比较多，有听不懂的话，可以在聊天室问大家，请人家翻译。去了解看卖啲啊，这其实是真一个足直接的方法，足直接的方法。就是有时啊，咱史洛姆Bonjour，感谢你读，我都袂晓发语，你是咧？史洛姆阿曼欢迎，啊，但是咱甲人开讲嘛是安尼啦，你若想要变做一个足够开讲的人，你就是爱对别项代志爱有兴趣，无一定爱做了解哦，无一定讲你逐项拢爱会晓，毋过上无你爱有兴趣，你才有法度定甲人开讲，这无一定是讲做好放送尔。这是讲你平常时甲人开讲，就需要安尼，就是讲你搁较无，你上无你爱对别人讲的代志，你爱会当有兴趣，毋是讲你一定爱有兴趣，毋过你爱会当互家己有兴趣，无恁知影代志真正拢无共的时阵，恁真正无通开讲，这嘛是会当练习看卖啦，毋是出道啦，出道，对啊，开讲的能力用伫放送以外嘛，介好用有影是安尼，得到先济红票，你的频道就拍水漂，无问题是安尼，无问题。现哥头拄有问讲，迄个 game 敢会食到版权哦 ？game 会食到版权，其实要安怎讲？我毋知影大家咧拍电动进前敢会去注意，有诶电动伊是有规定讲，敢若会当算到倒位，就是敢若会当到倒位做放送。我想看卖安怎讲，大家较听有。单干乱拍是一个我家己足介意诶 game，单干乱拍其实有规定，伊其实有规定，可能有足侪人拢毋知，毋过进前迄个伊诶第二出。伊的第二出是有规定的哦，是有规定讲，你敢若会当算到第2章哦，第3章以后是袂当放送的，所以其实有可能会食到版权，因为有的 game 伊的迄个剧情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讲单干乱拍，就是。伊的剧情实在伤重要的，伤过重要。就是你若是看别人算了，你就会无通算。即种的 game， 搁较有可能会安尼规定。毋过伊可能拢较无咧真正咧用即个权利甲人的影片摕落来，所以有的人可能无去互伊摕落来。毋过其实伊是有规定的，所以大家其实爱注意。无伊是会当甲你的影片摕落来哦。对，比起这搁较接会有诶是音乐，无毋对。进前就有啊。其实我喺聊天顶诶迄个 game， 我嘛有食着版权，我是食着黄票诶，因为伊内底用诶迄个音乐，就是音乐，game 内底音乐嘛，定定会食着版权。这大家会使较注意。有诶较凄惨诶，就是我知影进前有倒一个 game 啊，我煞袂记伊诶名，哪像是较。中国味的，毋知影是武侠的，还是安怎会袂记啊？或者迄个内底就有迄个音乐的版权足重，大概甲你的迄个影片打一个红票的，
嘿，啊，你红票头拄仔讲诶吼，嘿，无3支雨伞票，啊，毋过若3支红票，你面倒就无啊，嘿，这就较凄惨。聊天顶嘛会，嘿，迄是黄票，嘿，啊，我迄影片拢留诶，所以应该是无代志啦。内底歌会食着黄票啦，嘿，啊，毋是红诶，毋是红诶，嘿，毋是红诶。啊，你若真啊发现讲即个 game 诶，迄个音乐会互你食着黄票，你要安怎？你会使卖掠伊诶声，啊无啊无，嘛无别步啊吼，嘿，你着卖掠即个 game 诶声，着干若会当安尼，是，对啦，就是甲迄 BGM 关掉啦，无毋对着是安尼，啊，你搁家己用你平常时安全诶 BGM 就会使，吼。啊，搁有一种诶，就是进前我去阿英，你敢知阿英是啥？一只泥巴，或做迄个好塔鲁，嘿，啊，简单讲，进前去阿英遐 call in 开讲诶时阵，就拄好拄着伊诶迄个放送，熊无去，熊食着版权，吼，啊，伊是做毋对啥物代志咧？伊无做毋对代志，问题是伊无做毋对代志，啊，啥哪会安尼？有种物件叫做版权加纸，你敢有听过？版权加纸，吼，因为阿英迄阵阿英伊的迄个 BGM 是伫迄个免费所在的网站掠的。啥物叫做免费所在的网站？就是伊真正免费互你用，嘿，互你免费的会当用哦。啊，毋过有的人吼，就甲这音乐掠落来了后咧，家己去注册，嘿，家己去注册，变做伊的，这都叫做版权加纸，吼啊，这你着爱申诉，嘿，这你着爱申诉，啊，要安怎申诉？你若是伫迄种免费的所在网站顶面掠迄个音乐，吼，你爱较注意，你毋若是会当掠伊的音乐，你阁会当掠伊的授权书。嘿，爱掠迄个授权书，所以你若咧申诉的时阵，你可能会用到，你爱附这个证明讲这个影片是为这个所在来的，啊，伊有授权，又提供免费的授权互我，啊，就安尼，哦，啊，安尼才有法度，嘿，对，放上个一部互抬头，就是有暂停一下啦，啊，伊就干那会当甲迄个 BGM 关掉，啊，关掉了后就会使继续放送，啊，毋过中间就有一段是无去的，中间真有一段是无去的，嘿，这真做夭寿，啊，啥都会发生这种代志，就是有这种物件叫做版权加纸，因作夭寿的，嘿，是因咧做歹代志，啊，加纸飞上天哦，莫啦，会飞迄个歹芳啦。我之前有做迄个啥，嘛足济呢。或者之前嘛有一种情形吼，之前我歌会捌唱别个 VTuber 的歌，啊，迄个 VTuber 伊的迄个伴奏是用 Type Beat， 毋知影恁敢知影啥物叫做 Type Beat？ 小甲恁讲者。Type Beat 就是简单讲，我较简单讲，就是有人做一段音乐，这段音乐你会当纳钱了后，爱纳钱哦，你会当纳钱了后，就摕即个音乐的伴奏去做你的歌，你家己的 vocal， 你家己的 melody， 你家己写，你的歌词你家己写，啊，迄个伴奏你会当用，哦，这叫做 Type Beat， 啊 ，Type Beat 是安尼，伊毋若卖你一个人，吼，其他的人是要买嘛会当买，吼，所以照你来讲，啊，你讲公版有影，嘿，简单讲是公版无毋对，嘿，安尼讲足清楚的，伊就是公版的伴奏，所以照你来讲，通常因拢会规定，吼，做 Type Beat 的迄个授权的规定内底拢会规定讲，你袂当去注册 YouTube 的 Content ID， 就是你袂当摕这去甲别人迄个用版权就对啊，嘿，因为会有足侪情形是别人嘛有买，啊，伊是写伊家己的，伊根本就毋是咧唱你的歌，啊，毋过 YouTube 检查的时阵，伊检查到迄个伴奏，伊就会感觉讲这是同一条，嘿，所以这嘛总麻烦。我进前就是唱别人用 Type Beat
写的歌，啊去食着有人真正做夭寿去迄个去注册变做伊的版权，虽然是黄票啦，啊毋过也是做袂爽的啦，但迄著明明著毋是你写的，你好意思哦，啊这著爱申诉，这著爱申诉，是安尼，哦，好。啊，大家若迄个拄过较济届吼，可能就会注意到啊，这因为伊拢会写讲倒一间公司，吼啊，你若拄过较济届，你就会去发现讲啊，靠腰太阁是即间，拢共一个名呢，拢共一间公司咧做歹代志呢，咧创啥啦？好啊，这你嘛是摕伊无法，你就是去申诉，好讲了啊。好啊，所以要是爱宣传者吼，咱这系列叫做强迫出道教室，吼啊，我毋若逼大家出道，吼，因为我既然逼大家，我鼓舞大家出道，就搁爱迄个小，毋若是甲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吼，若有机会嘛爱替大家宣传吼，所以我真正就要来宣传者，12月底，咱北音献歌要出道要起歌咯，所以咱。12月29號暗時7點就記你來看，恁若是有看這個系列，恁若有看這個強迫出道教室這個系列，恁有要出道的而且是做甲台語較有關係，都來甲我講，我一定找機會甲恁鬥宣傳好無？安怎宣傳？就像安尼，是，因為我攏無啊，因為我會鼓舞大家出道。就是因為我想要看大家用台語做趣味的內容啊，大家用台語做內容，我攏是真歡喜的。所以你若是有需要宣傳，來找我，有啥物我會當做的，我盡量甲恁鬥做。這有做啥？我什麼都願意做。莫閣講啊，若有人毋知影啥物叫做莫閣講啊，莫閣是啥？毋知啊，這事件可能你的觀眾會想要知影哦，所以你若有時間會當小了解者。雖然我無看啦，哇，感謝鳥味古水30個會籍，哎呦，感謝鳥味古水贊助，我閣會當食足濟頓啊，歡迎10位新朋友變做我的會員哦！組一世人的樂團嘿，就是迄出，選恁某爾怎搞的，足厲害的，多謝鳥味古水的贊助啊！感恩，大家若是摕到迄個會籍，會當創啥咧？咱這50塊的這個會團這個階級，就是會當用咱的開講式的圖，會當用咱開講式的大圖，還有寫迄個有的影片，互大家先看，還有啥？還有迄個較特別的是這個月，因為大家開始收益化，所以咱有2種特別的語音，一個人，毋是一個人。2種特別的語音，一個是迄個，毋是啦，一個是語音爾啦，一個是迄個叫大家起床放屎，無毋對，你無聽毋對，叫大家起床去便所迄個亂情啊，有沒有那個叫你起床上廁所的鬧鐘？還有另外一個，總算是互我拄到啊，就是阮兜貓仔放屎的這個足珍貴的影片。啥怎攏甲放屎有關係？我哪會知？這愛問我的觀眾哦。好，對，就是安尼。好，講了啊，多謝。好，敢有要問的？哪想看？無啦。早時練迄要創啥？竟然錄到，對啊，總算錄到啊，伊這個足珍貴的迄個生活的記錄。會使莫看，會使，較早暗頓食了，哇，食啉水，雖然拄食了，哇，歹勢，
有诶人就兴即味诶，啊，对，逐个人爱看诶无共歹势，嘿，照顾着其中一部分诶人啊，有人当咧食，哇，有人当咧食饼子哦，啊，歹势啦，替恁减肥啦，哦，免客气，啊，记着喂喂喂。这个珍贵的这个生活记录的影片，应该这2天应该会放到咱的 YouTube 吼。啊，迄就是会员限定哦，迄就是会员限定哦。吼，啊，若真正看了会感觉无舒适的，就会使卖点开，袂要紧。靠呀，袂要紧，爱食啥？喂喂。好，迄个大家若是迄个有屎，毋知影迄个无人要看，无人要食，会使提供互咱的猫咪果水。伊讲伊爱食屎，我是安怎会变做即马即个型咧？我伫我的 VTuber 的人生到底是做毋对啥物代志？我嘛毋是真爱讲屎啊，我嘛毋是对屎有啥物特别的感情啊。是安怎开台开咧，就变做安尼啊！看了无舒适，咱去看狗啊！哇，你真巧呢！你讲的有理呢。来，互大家问问题。啊，若毋知要问啥，咱就今仔日就差不多到这。其实我嘛无确定讲这个系列到底。因为逐集的主题无共啦，逐集的主题无共，所以逐集会当讲的长度可能就无一定共款，所以可能大概就是1点钟至2点钟安尼。嘿，啊，今日1.5钟应该也会使。可能是无说是交着较特别的朋友啊，是安尼无毋对。嘿，我嘛毋知啊，毋是，我著做啥物台语教辅家教啊，我著尽量满足咱学生的愿望啊，毋知影是安怎满足了著变安尼啊。有啥嘛有甲你共款的疑问？可能足侪 VTuber 拢有即种疑问。猫咪古水讲十谈若是观众足少，啊，敢若拄着迄种足离地，就是甲迄个原底主题差足侪，老话敢爱接。这我感觉嘛是看逐个人呢。我感觉爱看对你来讲，你较要紧的是啥？那准因为有的十谈是有特别的主题，比论讲我今仔日开这个，我毋知影敢有算十谈，啊，毋过今仔日比论讲像我今仔日是。针对某一个主题来分享，而且我阁有准备迄个导影片啊，其实有过，我阁有准备过，因为我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甲遮个知识，讲较有自信，就是讲遮个知识，来分享互大家，所以对我来讲，我会优先爱讲遮个知识，安尼无算少，因为伫我我想到人袂叮当，因为伫我的认知内底有较济迄个有时啊，咱开迄个杂谈是无主题，就是无特别爱啥物主题啊。若是即种情形吼，若是无主题的杂谈，我会感觉讲，互观众朋友有迄个互动的感觉是较要紧的，因为大家会想要看迄个直播，啊，毋是看影片，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会当直接随互动，联咪互动，所以我会感觉，若是无主题的时阵，爱互观众有互动的感觉，可能较要紧。若总有足重要的议题当做主题，迄就毋是杂谈啊。安尼讲可能嘛对，毋过因为有的人迄个标题会写迄号做主题杂谈，有的人是安尼写的。所以我嘛毋知影敢是安尼讲，伊你讲要有伤过个人的嘛，通好生动咧，对啊，就是
有诶较无适合回，比如讲有诶观众伊分享伊足私人诶困扰，比如讲伊厝内发生啥物代志，可能足严重，你无法度处理诶，你接伊诶话，你凡事佮讲毋对话，即种就莫接，即种莫接，对，所以就我来讲，若是我咧讲主题，我就是主题优先，比如讲，若准今仔日我开即个强迫出道教室，毋过敢若3个人咧看，而且这3个人拢咧甲我讲，甲我要讲的内容完全无关系。这个时阵我会安怎？我可能会先讲我的内容，因为这个物件佫会互报档的人看到，会互报档的人看到。报档的人若看到这个标题，会点入来，因就是想要听这种内容。所以因若点入来发现讲你2点钟拢咧讲别项，讲的你准备的迄个内容完全无讲到，伊可能嘛袂甲2点钟看了，毋过对，我是安尼想。毋过若准你今日10站，你就真确定是迄个主题无重要，重点是10站，安尼就袂要紧，安尼就会当接话，毋知影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毛囡仔会讲家己创啥，有时就毋知影安怎回。对啊，有诶，迄个老话看起来就看会出来是囡仔人，对，今日考试5科拢满分，我讲 VTuber 就是安尼啦，就是当然人较少的时阵，你较有法度，逐个人拢回应，拢去甲应。毋过，你若足认真咧经营你的频道，你搁做了袂歹，你运气嘛袂歹，你可能早晚迄个观众拢是会愈来愈济，所以你总会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真正无法度，逐个人拢回。你若真正无法度，逐个人拢回的时阵，较歹回，你就袂去甲回，就是安尼尔。只好甲变调，无一定爱变调啦，就伊若无违反啥物规则，伊讲家己的，无一定爱变调啦，其实是安尼。这毋是10站，是主题，甚至教授，你看爱先个有诶教授嘛是安尼，对，家己爱讲诶重点拢无讲了，结果拢一直咧开讲，嘛是有，对啊。像我即摆嘛是啊，因为我今仔日这主题就是我爱讲足济我原底准备诶物件，所以有真济老话，我嘛无法度逐条拢回应着，无法度逐条拢回着。毋过我拢有看，大家就是，毋管你是做观众，还是你是做主播，拢会使先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要知影讲，人少的时阵会使，毋过人若济，你早晚会拄着迄个无法度逐条拢回应的情形，这是正常的，所以你嘛毋免伤过要求家己我逐条拢一定爱回，这有时是无可能的代志，你做观众嘛，要知影就是主播有时真无法度逐条拢回，都毋是针对你啦，就算真正是针对你，可能就是你讲的话较歹接，就爱有这个自觉，若无嘛无法度，就咱心态家己爱健康，简单讲是安尼，好，甚至我知影有的人佫会分享迄个，我的老话拢无互主播回应着，佫有人会分享讲。互主播回应的迄个美角，安怎的老话较会互主播甲你回应？嘛有即种嘛有人咧分享这个美角的，你嘛会当找来看，有诶讲较有理家己判断。对啦，要有 YouTube 的食气啦，对啊，我进前嘛发现讲我伫别人遐，因为我进前要怎讲，我有时嘛是会看别人的台，我有注意到有一个主播，伊是会晓台文的。我就拄好看到伊咧放送的时阵，我嘛有去甲留话。因为我知影伊会晓台文，我嘛想要互伊知影我会晓台文，所以我就用台文甲伊留话。我就想讲，伊太哪像无看到我？伊嘛有用迄个，伊嘛有甲迄个开讲室放伫迄个伊的画面内底。所以我就看到，好食气啊！
因为 YouTube 甲你的老话食去的时阵哦，嘿 ，YouTube 甲你的老话食去的时阵，你家己看会到哦，嘿，你家己看会到你的老话，敢若主播甲其他的人看袂到，所以你毋知影伊敢有食去。嘿，大部分罗马字汉字拢会互 YouTube 食去，嘿，有够夭寿的，嘿，就是伊食去就准拄煞，你家己看会到，所以你毋知影敢有互人食去，这足困扰的，这足困扰的，嘿，所以有时啊，就是真正无看到，因为互 YouTube 食去啊。啊，是安尼哦，主播爱重新整理才看会到啊，竟然是安尼，好。所以对，有时是真正就是 YouTube 甲你的话食掉，啊，就无法度。老话伤济看无的时阵，迄个岛内就会使哦。迄个 YouTube 的岛内有做 Super Chat 啊，啥那有做 Super Chat，Chat 就是开讲啊。啊 ，Super Chat 就是你感觉你做想要甲主播开讲啊，袂要紧哦，你着纳钱。哦，啊，主播就会看到你即个较特别的开讲，这叫做 Super Chat。嘿，伊原底的功能就是互你安尼用的。哦，所以你若真正希望你的主播一定爱回即条，你就会当买 Super Chat。嘿，就是安尼。三啦，伫下会台讲赛会较有机会互我回赛啦。这毋是安尼咧，这毋是安尼咧。嘿。啊，毋过伫我的台拍台文，我可能我毋知呢，我敢有差别对待，敢有差别对待应该嘛无哦。啊，毋过或者我拢尽量回啦，我拢尽量回啦，尽量照顾着大家。啊，万一吼，我讲万一啦，哦，万一啥物我可能202人啊，向变做迄个100个人，还是200个人，还是1000人迄个大台的时阵啊，可能真无法度。迄个时阵大概就会当买 Super Chat， 互我看会到哦。老话就有钱，啊毋是啊，迄就是爱纳钱啊。你个屎是台文，好啦好啦，甲你印啦，使好，有甲你印啦，爽啊袂，痛啊袂，讲了啊？啥物啦？阿辉司机赛车毋是赛车，我连广东话两样无，我看无我就无法度啊咯。哎哟，阿辉啥物时用即面穿女装？哇，多谢伊头真正连咪就喜欢看卖，啥物有在 Super Chat， 哎，即条我定定爱印。哎，我会当起赞，我会当起爱心哦。谢你的爱，互我感动甲强要哭出来。真正感动甲强要哭出来。阿辉啥物时阵用即个面穿女装？恁要看哦？安尼我再研究看卖要安怎做，我再研究看卖要安怎做好无？我无想过即个问题呢。好，我毋知影要安怎才有法度实现。哦，毋过我会当找时间研究者。所以啥物时阵哦，我无法度互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呢。哦，毋过既然你讲啊，我就甲伊好，我先甲伊写落来。后回看要安怎？恁来要看哦，好啦，好，想看麦，火纸，嘿对，有影变做火纸。想看麦有啥物好看的衫？多谢伊哩，嘿，这可能迄个凊彩节人伫开讲时讲要替我拣好看的衫，拢无啥物。互人误会，啊！毋过若伊哩，你是上无应该讲即句话的人呢？安尼大家会伤欢喜呢？恁遮人先打一领棍免讲者，嘿，打一领棍，互恁猛看，嘿，还佫找着哦，有够紧是咧创啥？哦，你敢是少少爱互我穿迄束上足久？哈，你啥物意思啊？伊哩，哈？恁欢喜就好，恁遮人哦，好啦，欢喜就好。这时阵佫会当讲，我嘛毋知影是安怎 VTuber 做咧，就变做安尼啊！我哪会知？
伊这后台改甲安尼，我要安怎讲落啊？嘿，有咧做 VTuber 的人可能知影，咱迄个后台 YouTube 的后台佮改啊。啊，卫生我袂晓练，我细汉时捌想过要练，啊，毋过我无练好起来呢，我无度呢。欢喜就好，敢是歌是啊是啊，足经典的呢，足经典的，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吼，应该毋免唱吼，唱会搁爱食版权。啊，毋是，我要哪讲了？伊利可能会晓哦，伊利可能知影安怎迄个真正会晓哦，是。串流设定，队伍串流设定，我来找看卖。飘头仔的编辑啊，水，尻川念大腿，感谢伊利救我一命。我看我要讲倒位，佮真正伫我的开讲小唱歌哦，驶着好车行人头，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蛇啊狗，水袂对人。我可真正唱，毋知影要讲去倒位呢？好，大家迄个头拄仔听台语应该听足济，无咱来去，我知，来，甲恁介绍一位朋友吼，叫做 Shoni， 嘿。我进前伫伊的频道看到伊有做一个改编，做一个 mash up， 还真趣味呢。就是甲迄个我进前歌会有唱一条歌，叫做 End of a Life， 是迄个 Kelly 的歌。毋过有做一个 mash up， 就是咱头拄仔要去找的即位朋友小年有做一个 mash up， 是甲迄个真好现的迄条，叫做啥我煞袂记。就台语歌就对，甲迄个 End of a Life 甲一条台语歌 mash up 做伙，有够趣味的，所以大家若适当去伊的频道的时阵，看了放送会当去看迄条歌，啥物？尻川念大，好，大家再会。冷静啊，大家冷静啊！恁遮的人，